又係我蔡永傑律師。咁啊，前兩期咧，我分享過有啲關於商品説明條例裏邊嘅罪行同埋一個通常嘅抗辯理由。今期咧，想分享一啲簡單嘅例子。咁啊，我哋接受過嘅案件咧，就有食品公司啦，被聲稱咧就係嗰個食品南非鮑魚咧個生產商係國內嘅，所以冇可能係南非嘅。咁當然啦，我哋響呢個供應商提供嘅資料，亦都證明咧啲鮑魚係南非鮑魚嚟嘅。咁所以最嬲尾海關冇起訴。咁當然另外就係一啲電子產品啦，例如呢個充電寶啦，話嗰個充電可以充幾耐可以充到幾多個 percent 嗰啲資料咧，話係投訴為係唔正確嘅。咁我哋亦都係同呢個海關解釋，呢啲係供應商提供嘅資料，我哋只係抄足呢個供應商提供嘅資料喺個產品上邊，所以對我哋嚟講咧，我哋係冇理由懷疑呢啲資料係虛假嘅。咁啊，亦都係作為我哋抗辯理由。最嬲尾海關亦都係冇起訴。而最神奇嘅就係有一啲裝修公司啦，或者美容公司呢啲服務性嘅公司啦，都接受好多投訴嘅，都話咩貨不對版啊！俗語講啦，九個裝修十個鬧交啊！咁啊，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基本嘅環境都係裝修嘅客戶對裝修公司嘅裝修不滿，咁啊話佢哋貨不對版，咁啊或者價錢好多時都係講價錢嘅問題，去作出呢個向海關投訴。希望裝修公司可以妥協，咁減價嚇，咁好多時都係因為呢啲咁嘅惡意嘅投訴嘅。咁我哋都向海關咧解釋晒成個情況，當中基本咧就係包括冇任何虛假商品説明。第二咧亦都向海關反映顧客嘅惡意投訴，令到海關咧亦都冇對我個所謂嘅客公司咧就作出檢控嘅。以上咧都係好多時會發生嘅一啲你可以話係誤墮法網，或者甚至乎係誤會嘅案件。我哋都通常都可以向呢個海關咧係作出解釋嘅，係最後尾係不被檢控嘅。希望咧以上我哋分享嘅幾集嘅內容咧係對大家有所幫助。如果需要我哋協助嘅話咧，亦都歡迎去揾我哋幫手。多謝各位。